影下個師傅燒豬啊，即燒即食嘅拳技啊！睇下，哇！現場燒啊！啲豬仔嚟嘅，排晒啲豬仔，排晒豬仔，又有燒雞，又燒豬，燒兩燒即刻變咗顏色啦已經。變晒色啦已經，哇！好快脆啊，應該10分鐘到得啦，10分鐘得唔得啊，師傅？得。哦，得咯，10分鐘得啦，哇！幾快脆啊！呢啲應該係 BB 豬嚟嘅呢啲啊，OK 啊，應該。等陣間再影過啦嚇。嗱，正話影一影嗰隻豬，個師傅睇住佢燒嘅，我睇嗰隻豬似唔似樣先？啊，豬頭豬身都似樣，都似樣。OK 啦，我哋食啦嚇。今日嚟咗呢個拳記農莊啊，話睇呢隻乳豬，睇下卜卜脆啊！正，咬啖聽下聲啊！咁驚啊！下決擔埋個咪咧，嘢我驚而家聽唔到啊！但係好正，但都冇嚟錯啦，即燒即食，正，下次再嚟過嚇，係咁先啦嚇。